希望平安，我哋都係帶著一個嘅感恩嘅心啦，嚟到咧係上帝嘅跟前嚟到去敬拜，去獻祭。我哋翻嚟嘅即係一個嘅目的，就係將咧係上帝配得嘅榮耀、頌讚同埋感謝咧，其實歸翻俾呢位係創天造地嘅愛我哋嘅上帝。聖經咁講嘅係話咧係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要用琴歌頌讚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他，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同心我哋禱告。神啊，我哋就盼望我哋就好似咧係詩人所提醒一樣，我哋係帶住一個嘅歡欣雀躍嘅心嚟到你嘅跟前，我哋係要咧係大聲向你嚟到去歡樂，嚟到去歌唱，因為上帝你救贖我哋，你創造我哋，讓我哋係人生充滿着盼望，讓我哋人生充滿着歡欣同埋喜樂。所以我哋今日我哋要帶着歡欣喜樂嘅心嚟到你嘅跟前，嚟到去敬拜你。我哋係要大聲嘅同心嘅一齊嘅嚟到去頌讚你，一齊嚟到去感謝你，因為你係配得頌讚榮耀同埋感謝。多謝你係創天造地，係嗰位咧係偉大嘅上帝，係偉大嘅創造主，亦都係去感謝你喺我哋嘅過去嘅日子，喺我哋嘅每日嘅生活當中，你係無微不至嘅嚟到去看顧我哋，你愛護我哋，你拖帶我哋行過人生高低嘅嗰啲嘅幽谷，嗰啲嘅困難，上帝你通通嘅嚟帶領我哋經過，我哋真係心裏邊係存着向你嗰個嘅感謝。所以今日我哋屬你嘅兒女，我哋聚埋一齊，我哋就要咧係歌頌你，我哋就要咧係去感謝你，我哋就係要咧係去頌讚你，求上帝你喺我哋當中去悅納我哋，亦都咧係榮光榮耀充呢個殿，讓我哋都每一個都能夠去經驗感受你嘅同在，亦都係乞求你喺我哋當中從頭到尾嘅享受去悅納我哋眾肢體同心嘅喺心底裏邊嘅向你發出至真至誠嘅頌讚同埋感恩。其實加多係奉主名求，阿們。我哋一同站立敬拜我哋嘅上帝。
至聖尊貴。我哋好感謝主耶穌，佢俾我哋門徒有登山嘅寶訓嚟提醒我哋。主啊，你話個聖經靈性疲乏嘅人係有福嘅，佢哋喺天國上有份；為罪悲傷嘅人係有福嘅，必得到主嘅安慰。溫和嘅人有福，必得到上帝應許嘅產業；行上帝旨意嘅人有福，必得到上帝賜佢充分嘅滿足。心存憐憫嘅人有福，必得到上帝嘅憐憫；精心純潔嘅人有福，必得到看見上帝。捉住和平嘅人有福啦，必得稱為上帝嘅子女。為跟隨主受逼迫毀謗嘅人有福，因為你哋係天國嘅子民，必得喜樂同獎賞。真係主耶穌，我哋知道一生認識你係我哋嘅福氣，因為你俾我哋嘅恩惠係好多，有我哋一生時間能夠嚟去依靠你，這一生最嘅祝福。
跟主接觸。從感恩歌唱出，就你音階多優美，誠實敬拜，我願一生讚頌你。真祝福永屬你，認識基督因為神多。高山深高，靠着耶穌一起，心知道是誰伴我最幸福。繁星已漆黑晚空，像你施恩光普照，無盡厚愛如星際裏能親身跟主接觸。就你音階多優美，誠實敬拜，我願一生讚頌你。這一生祝福永屬你，認識基督因為神多。這一生祝福常永在。讓我哋一齊嚟去祈禱，親愛嘅天神嘅爸爸，我哋嘅上帝，我哋好多謝你，你透過聖經嘅教導，你提醒我哋聽命係勝於獻祭。由撒母耳勸掃羅要檢討自己向神獻祭嘅動機，係咪佢本身嘅動機係大過親近神為目的呢？神，如果我哋內心冇真正去悔改，冇真心去愛慕神，呢個敬拜係屬於虛假。除非我哋能夠謙卑，表現到我哋有愛神敬畏神係應該有嘅態度。如果唔係，我哋一切嘅敬拜宗教儀式都係冇用。真係盼望我哋能夠嚟謙卑，有順服你嘅心。唔係單單外表得個敬虔翻嚟教會嚟聚會，嚟侍奉或者係奉獻，呢啲係你唔喜悅嘅。以後嘅詩歌就讓我哋眾弟兄姊妹嚟用心唱，用心去聽，去清楚知道神係乜嘢先係最喜悅嘅敬拜。願你嚟悅納，付諸你求，阿們。
誰為你用手興建會堂？誰曾夢想為你興建殿宇？你卻選擇永居於我的心內，讓我可以每刻也共你靠近。高天深海訴說，你是配得尊貴，天空像要高牆，散盡你的榮耀，深知你所喜愛，是那份最單純渴慕的愛，成為你最欣賞喜悅的敬拜，是恩典的上帝，創造世間一切，雙手掌管所有，亦沒有所缺少，因主你最喜愛，是我沒有保留，將心歸你，才是你最欣賞喜悅的敬拜，因主你最喜愛，是我沒有保留，將心歸你，才是你最欣賞喜悅的敬拜。主上帝，願你悅納我哋剛才眾弟兄姊妹誠心向你獻出嘅敬拜同讚美。而家有讀經嘅時間，我哋請卡拿弟兄。今日所讀經文係喺《使徒行傳》嘅7章20至36節。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裏撫養了3個月。他被丟棄的時候，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的兒子。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他將到40歲，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裏，見他們一個人受冤屈，就唔理他，為那受欺壓的人報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卻不明白。第二天，遇見2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們和睦，說：你們2位弟兄為什麼彼此欺負呢？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昨天殺那埃及人嗎？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寄居於米甸，在那裏生了2個兒子。過了40年，在西奈山的曠野，有位天使從荊棘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見了那異象，便覺稀奇。正進前觀看的時候，有主的聲音說：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戰戰兢兢，不敢觀看。主對他說：把你腳上的鞋脱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係聖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的悲嘆的聲音，我也聽見了。我下來要救他們，你來，我要差你往埃及去。這摩西就是百姓記住說：誰立你作我們首領和審判官的？神卻藉那在荊棘中顯現之使者的手，差派他作首領，作救贖的。這人領百姓出來，在埃及，在紅海，在曠野40年間行了奇事神蹟。今日講到嘅題目係從摩西往事奉神，請你們先。弟兄姊妹平安，大家記唔記得咧？係教會今年嘅主題啊？作主真門徒，忠心
侍奉主。咁今日同大家咧係講有關侍奉嘅信息。咁我揀咗一個嘅人物咧，就係摩西。摩西大家係好熟悉㗎啦。大家都知咧係舊約裏邊一個好偉大嘅一個嘅人物。聖經記載摩西係同上帝係面對面嘅嚟到講説話，好似係朋友一樣。上帝更加咧係用摩西成為拯救者，帶領以色列人係出埃及。摩西帶領同胞一直走到邊度迦南地嘅邊界，紅海嘅面前。嗰時真係咧係好危險係咩前無去路，後有埃及嘅追兵。但係咧摩西仍然咧係好勇敢、充滿信心嘅去倚靠上帝。佢就係舉起手裏面嘅杖，叫紅海分開，叫咧全體以色列人係安然渡過，好安全嘅係到達西乃山敬拜耶和華。喺西乃山上邊，上帝又透過摩西嘅手係將律法係交付俾以色列人。摩西又好用心嘅教導同胞點樣去敬畏上帝啦，教導佢哋咧係認識上帝嘅屬性啦。摩西係上帝所興起嘅領袖。雖然咧佢開始嘅時候咧就唔願意咧係去回應上帝嘅呼召。亦都咧佢嘅父母咧係因為係奴隸嘅緣故咧，佢係出身平凡嘅。但係咧係上帝係仍然揀選摩西，係使用摩西喎。所以唔好以為自己咧係平凡啦，上帝就唔會揀選我哋用我哋啦，唔係㗎。只要我哋有一顆願意被上帝使用嘅心，上帝係會用我哋㗎。今日我哋就從摩西咧嘅經歷去睇上帝點樣去即係操練一個咧佢揀選嘅人去侍奉佢，同埋我哋應該點樣咧嚟到去侍奉上帝。摩西人生嘅第一個嘅40年係喺咧係皇宮當中係接受訓練。呢一個階段嘅訓練係主要咧係體魄上面嘅鍛鍊啦，知識方面嘅增長啦。喺皇宮當中嘅40年，摩西係接受乜嘢？好似咧王子一樣嘅教育，得到咧係埃及人一切嘅學問，博學多聞喎。佢唔單單係一個嘅 scholar 學者係咪亦都係一個嘅好出色嘅政治家，亦都係一個咧係好英勇、好威猛嘅軍人。司提反點樣形容佢佢話摩西説話行事都有才能，能言善道，係政治家嘅本錢。佢係一個好叻嘅政治家。而咧行事大有才能，就係描寫摩西佢有嗰個嘅將領嘅風範，係一個咧係好叻嘅將軍。猶太嘅史學家約瑟夫咧曾經咁講㗎，佢話咧喺摩西年輕嘅時候係伊索匹亞人侵襲埃及，攻城略地。埃及國家係岌岌可危喺情勢危急嘅時候，法老王就喺上帝喺佢嘅神嘅面前，佢咧係求問神啦，點算咁就神啟示咧，佢就要讓咧係摩西統領皇軍就去出戰。摩西講完咧係不負眾望，英勇善戰，收復失地，潰敗敵軍。佔領佢哋嘅首都，係帶着咧無數嘅戰利品凱旋而歸。呢個階段嘅摩西咧真係巴閉到不得了，係嘛？才智過人啦，又咧係勇猛啦，又聰明啦，係個人都係好欣賞嘅一個嘅人物。但係嗰時嘅摩西咧，佢係憑血氣行事喎，佢比較衝動，比較任性。原因係乜嘢因為佢喺皇宮裏邊嘅時候身份尊貴嘛，個人都奉承佢嘅，所以咧佢係一向係咩恃才傲物、獨斷獨行。無可否認係乜嘢咧？佢係一個咧係精力係好充沛才華橫溢能幹又果斷嘅一個嘅領袖。佢決定咗一件嘅事
情係乜嘢咧？就話我要去拯救以色列同胞啊！我要係為上帝做大事啊！佢覺得咧係呢個世界咧係冇第二個咧可以做到呢樣嘅事情㗎啦。佢心諗咧就憑佢自己嘅聰明才幹能力，就可以咧係完成拯救以色列人嘅任務。所以佢就憑個人嘅判斷嚟到去採取行動。佢冇求問上帝嘅旨意㗎，佢以為咧係靠自己咧係血氣之勇靠自己嘅本事就可以拯救同胞㗎啦。即係見到有人蝦佢嘅同胞嘅時候，咪一拳打死佢咯。嗱，嗰時嘅摩西仲未學識一樣嘢，就係人都唔能夠係靠力量得勝呢個嘅道理啊。所以咧係上帝係要操練佢啊，因為咧係上帝唔能夠係將係能力賜俾一個咧係自命不凡嘅人啊嘛，因為呢種人係唔識得將榮耀歸俾上帝噶嘛。所以睇住我哋要記住，除非我哋肯去謙卑落嚟，係倒空自己，承認自己嘅無狀無能，需要咧係完全依靠上帝。否則咧係上帝就唔能夠用我哋去服侍佢㗎啦。好，咁第二個階段嘅操練咧，就係曠野嘅操練，即係呢方面係咩啊？性格方面嘅操練。摩西咧喺米甸曠野嘅工作係乜嘢？係一個嘅牧羊嘅人喎。羊嘅性情係好溫柔嘅，行動咧又好緩慢嘅。摩西就算咧有好大嘅力氣嗌出嚟嗰個聲量係好大都好啦，喺度發嬲都好啦，大聲喊叫都好啦，嗰啲羊仔冇乜反應㗎喎。又因為咧沙漠裏邊人跡稀少摩西咧係咁叫咧都冇用㗎，係久而久之咧摩西入邊嘅血氣之勇，入邊嘅老摩西就俾呢種嘅沙漠生活磨練到咧係一乾二淨，冇齊血氣啦。咁所以咧呢個嘅沙漠生活嘅呢個嘅磨練咧，就係對正呢個嘅摩西嘅問題下藥㗎嚇。曠野嘅試煉係乜嘢？係十字架嘅磨練，係唔容易忍受㗎。你諗下，要一個咧係充滿抱負、有才智、有能力、IQ 高嘅人，要佢哋咧係默然安靜喺呢個嘅曠野等候，唔係4日唔係4個月係40年咁長嘅時間。你諗下難唔難啊？難到不得了係咪啊？但係咧係只有肯讓呢個嘅十字架嘅對付磨練嘅人，先能夠咧係將老我嚟到係完全致死啊嘛！上帝先能夠係使用啊嘛！加拉太書2章20節講得好好保羅話：我已經係同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嘅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保羅好多嘅老我㗎，就係被十字架去對付之後咧，佢就老我除去咯。所以弟兄，我哋諗一諗啦，你係咪願意咧係接受十字架嘅磨練咧？摩西咧係接受完咧係第二階段訓練之後，就變得咧係溫柔柔和謙卑落嚟。佢自知自己咧係軟弱啦、殘缺啦，係好冇能力啦，係需要時常仰望上帝嘅幫助、引導等等。掂啦，訓練完畢啦，咁上帝嘅呼召就臨到摩西啦喎。你記住，侍奉一定係有呼召㗎。上帝對摩西嘅呼召喺當中，我就可以咧學到一啲嘅功課。首先咧，我哋見到咧，上帝係透過異象嚟到係呼召摩西。嗰個異象係乜嘢啊？就係咧係燒着咗，但係咧冇被燒毀嘅嗰啲嘅荊棘。荊棘係乜嘢啊？荊棘喺嗰啲嘅中東地方係一啲咧係非常普通到不得了嘅物件周山都係㗎。而係上帝就揀荊棘係向摩西嚟到顯現，其實係有好深嘅屬靈嘅意義。
意義係乜嘢咧？就係任何一個咧係普通嘅人，只要係被上帝分別出嚟，就可以成為咧係一個特別嘅器皿，可以被上帝使用㗎啦。嗱，弟兄姊妹只要我哋願意服侍上帝，就無論我哋幾咁軟弱都好，幾咁平凡都好，上帝都能夠用㗎，都會用㗎，會將我哋嘅平凡係變成乜嘢啊？係變成咧係特別嘅器皿，變成不平凡。第二方面咧係上帝係將以色列人嘅痛苦同埋需要就話俾摩西聽，並且咧係將係釋放係拯救以色列人嘅重任係交託俾摩西。今日教會真係有好多需要㗎，上帝已經係將教會嘅需要係話俾我哋聽㗎啦，亦都咧係上帝已經係將係建立教會嘅重任係交俾我哋係每一個喎。你記住喎，建立教會唔係單單係咧係教牧同工長執嘅責任喎，係咩啊？係所有信徒嘅責任喎。所以我哋要問自己，你係咪願意起嚟去服侍上帝，去滿足教會嘅需要咧？問自己。咁第三方面咧，上帝係喺邊度呼召摩西啊？喺曠野呼召摩西啊！你記住，有呼召先至會產生負擔，先會係產生行動。摩西喺曠野聽到上帝嘅呼召，弟兄姊妹要記住，只有喺曠野，你先至會聽到上帝嘅聲音，先會咧係去聽到上帝嘅呼召，先至知道上帝究竟係擺你喺邊一個崗位上邊去侍奉佢。咁你問下喂，今日我哋嘅曠野究竟喺邊度啊？好可能係我哋屋企入邊一個嘅密室咯，可能係喺公司裏邊一個嘅房間咯，又可能係你屋企嘅花園咯。只要係安靜嘅地方，只要係安靜嘅時間，讓我哋可以係默想啦，係可以咧聆聽到上帝嘅聲音啦，嗰度就係曠野㗎啦。所以弟兄姊妹每日我哋都要去到曠野，同上帝靈交啊，先至可以咧清楚知道上帝對我哋嘅呼召，先可以咧保持上帝俾我哋嗰個嘅呼召感啊！我哋先可以咧對上帝嘅呼召唔會冷卻啊！我第四方面咧係上帝係俾咧係摩西係足夠嘅應許去面對呢個嘅呼召。當咧上帝呼召摩西嘅時候，佢嘅反應係乜嘢啊？我唔得㗎，我唔配啊！摩西點講啊？我係什麼人啊？上帝，我係一個好平凡嘅人嚟㗎咋。嗰時嘅摩西咧係變得咧係過分謙卑變成自卑係咪啊？所以咧上帝就保證佢啦，應許佢啦，就咁講啦。上帝話：我必與你摩西同在，唔使驚，一咯，唔使怕。好好嘅保證，但係咧摩西就梗好硬頸嘅，佢就堅持自己唔得嘅，上帝我唔得嘅，咁激嬲上帝啦，所以上帝就委派佢哥哥亞倫啦作佢嘅助手同埋咧係代言人啦。摩西係自己將一半嘅領導權咧係讓咗俾咧係亞倫㗎，造成咧係之後事工方面咧係好多嘅失敗㗎。譬如咧係亞倫啦，佢係做金牛族喎，仲有咧係去攻擊摩西喎，所以咧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啊！好多時候咧上帝呼召我哋嘅時候，我哋都會咧係驚嘅，我哋都係會怕嘅，我哋都會 say no 嘅，上帝我唔得嘅，我唔得嘅，我就唔肯接受上帝嘅呼召㗎，結果係咩咧？就令到上帝嘅聖工咧係受到影響㗎。我哋要相信上帝嘅應許啊嘛，唔好膽怯啊嘛，唔好退縮啊嘛，千祈唔好推搪啊嘛。聽見上帝嘅呼召就點啊？就即刻咧係擺上去變身，就去多謝上帝，感謝上帝你揀選我啊！你記住啊，上帝揀選得你咧，就自然會加力俾你。
嗱，否則咧你推廣reject 嘅時候咧，聖工就會受到損害㗎啦，上帝就會唔開心㗎啦。嗱，總括嚟講咧，摩西嘅侍奉嘅生涯咧係始於3個嘅看見。看見同胞咧嘅苦難啦，因而產生咧係要拯救同胞嘅負擔啦。看見荊棘嘅火焰啦，因而產生咧係對上帝嘅敬畏啦。看見自己嘅無能啦，因而產生咧係真實嘅謙卑啦。嗱，真正嘅服侍係乜嘢咧？係開始於咧係神嘅呼召，唔係咧係人自己以為嗰個嘅熱心啊。咁摩西又點樣去回應上帝咧？點樣去侍奉上帝咧？首先咧係摩西係勝過從世界而嚟嘅攔阻啊！佢咧係首先係決定係離開嗰個咧係養育佢嘅公主養母。呢件事係唔容易㗎，你諗下都知啦，因為咧係公主真係好愛摩西㗎嘛，所以咧係一定唔捨得離開公主、離開養母㗎嘛，仲有佢要面對人嗰種嘅責難喎，為話佢乜嘢忘恩負義啊，你係咪公主養咗你40年，你而家話走就走你唔啱有人話佢㗎。但係咧係摩西係為咗侍奉上帝，就算咧係俾人鬧都好啦，就算唔捨得都好啦，佢都要離開養母，因為佢係愛上帝多過愛自己嘅親人。仲有咧，佢要咧係離開皇宮喎，離開咧係舒適享受嘅地方喎，佢要離開咧係榮華富貴喎，仲有咧係放棄前途喎。佢係咩佢係皇位嘅繼承人嚟㗎嘛，將來佢就會做皇帝㗎啦嘛。但係佢通通呢啲都唔要，佢係咩？佢係甘心去同咧係嗰班做奴隸嘅同胞認同啊！好，第二咧係摩西咧係勝過咧係撒旦嘅誘惑，同埋咧係內心嘅掙扎。撒旦一定係會咁樣同佢講嘅。喂，你不如用一啲變通嘅方法啦，去幫助嗰啲嘅被奴役嘅同胞以色列人啦。喂，撒旦話你摩西你留喺呢個嘅埃及留喺皇宮去服侍上帝仲有效㗎，你唔好咁傻啦！而家你有權有勢，你用你嘅權勢去幫助以色列人，唔係更加好咯？但係咧係摩西咧能夠係勝過呢啲嘅引誘嘅聲音摩西咧係能夠勝過通通嗰啲嘅困難原因係乜嘢？原因係佢有信心係因為信。佢相信上帝嘅應許佢相信上帝嘅同在，佢相信神嘅祝福，佢相信神嘅保守，佢信得過侍奉上帝係比侍奉馬門、侍奉世界係更加美好即係弟兄姊妹，我哋要學摩西我哋係仰望上帝嘅應許，我哋係定睛喺耶穌基督嘅身上邊，去勝過攔阻我哋侍奉嘅嗰啲嘅誘惑同埋困難第三方面係順服。摩西係對上帝嘅呼召同埋吩咐係即刻㗎，係毫無疑問嘅順服㗎。佢係唔怕困難㗎，係唔在乎人嘅睇法㗎。佢係目標堅定，無限忍耐。譬如佢勇敢嘅去見呢個嘅法老王，係提出要求。大家要知道當時嘅法老係有無上權威嘅記住每一個嘅法老王都係被尊稱為太陽神之子，係蒙眾神所庇護同埋寵愛㗎。法老嘅寶座係同眾神係並列㗎，係接受咧群眾嘅敬拜㗎。對埃及人嚟講，法老就等於神。咁但係咧，摩西夠膽走去嚟，但係同法老王講數喎，仲咧係見咗3、4次，仲咧講數講咗幾次喎。每次都唔能夠係去完成使命，每次咧法老王都係唔答應係reject佢。但係當咧上帝又差遣佢，你再去見法老王啦。係我哋又點我哋梗係話咧，上帝唔好啦啩，我哋見咗幾次㗎啦喎，而家咧係心驚唔好再揾我啦，係咪揾個第二個啦，係咪？但係摩西唔係咁講佢咧上帝再叫佢去，
係照做㗎。咩叫做順服啊？順服就係上帝點樣吩咐，我就點樣去做咯。我唔會多多事走去問上帝點解㗎，係咪啊？係順服嘅意思就唔怕付上代價㗎，係唔計較結果如何㗎嘛。嗱，弟兄姊妹，如果你肯絕對順服上帝嘅話，神就必定會委派你去做更加大嘅事情。我第14方面咧係摩西係唔妥協嘅。喺要求法老讓以色列人去離開埃及嘅過程當中，其實係摩西係要面對妥協嘅考驗㗎，因為咧係法老係開出咗咧係幾個妥協嘅條件㗎。法老咧係建議啦，好嗱，以色列人可以喺埃及做上帝嘅選民，敬拜佢嘅神，我已經係讓咗步㗎啦，摩西唔好再多事啊！咁摩西點講啊 ？No sorry。咁跟住法老咧又話啦，嗱，你哋離開埃及可以嚇，但係咧係仍要留喺近處，喺隔離嗰度敬拜上帝算啦。摩西話 No。跟住法老點講啊？好啦。只有咧係男丁可以離開你嗰啲嘅婦孺嗰啲嘅仔女小朋友嗰啲牛就通通留下。摩西又話 no， 摩西通通都拒絕啦。摩西絕對唔妥協啊！摩西係要按足上帝嘅吩咐，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跟住就去到應許之地啊嘛。邊度啊？迦南啊嘛，離開埃及有一段嘅距離噶嘛。嗱，今日我哋同樣都會咧係遇到咧係妥協嘅考驗㗎。譬如我哋都成日聽到呢啲聲音，係咪？信耶穌 OK， 信耶穌幾好嘅，但係咧唔使咁熱心㗎，你唔好咁傻啦，係咪啊？世界上帝侍奉可以咧取得一個嘅平衡㗎嘛？你識傻㗎，你哋係咪啊？一半世界事業、工作、朋友興趣，一半教會侍奉同埋上帝，咁咪更加美好咯？係咪啊？好多信徒都係拜呢套嘅喎，係咪？一腳踏兩船，真係好到不得了。但係事實係點樣係你咁樣做嘅時候係唔得到上帝嘅喜悅㗎。今日就好多信徒係咁做啦，就同上帝講數啦。你話咧，我星期日翻嚟教會，跟住最多咧係一個星期抽多1日至2日去侍奉你。哇！呢個係好好嘅信徒嚟㗎啦，上帝唔好要求咁多，其他時間我想做乜咪做乜咯。嗱，今日好多信徒都係咁樣諗㗎喎。但係你睇摩西，佢係唔妥協㗎。摩西話 sorry 冇得講數㗎，上帝係咁樣吩咐，我就照做㗎啦。摩西係點做啊？佢係唔留下任何東西喺埃及㗎，係凡係屬於上帝嘅，通通都要帶走啊！我就好感恩㗎。嗰時嘅以色列人係咩？係全人係全家都係貢獻俾上帝嘅，係全部奉獻係絲毫都冇留低㗎。就好似咧保羅喺羅馬書12章1節所講嘅，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係識回啦，聖潔的，係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對嗎？第二方面咧，佢係摩西係幾謙卑㗎，佢能夠接受別人嘅建議。摩西係對上帝嘅子民係好有愛心㗎。佢係獨自一人，係做晒咧係所有管理以色列人嘅工作。佢哋有咩大小問題，通通帶到摩西面前，摩西都係咧係不眠不休嘅，係幫佢哋處理同埋解決。喂，嗰時摩西一個人喎，要搞幾多人啊？係200多萬人喎。你話真係仲有得唔死喺身殘係咪啊？所以咧，摩西嘅岳父葉的羅咧就提議摩西話：喂，你將工作咧分配俾其他有能力可以承擔嘅人啦。咁摩西咧係點啊？立刻照做啊！結果係點啊？結果係非常之美好啊！上帝嘅子民係得到更大嘅幫助啊！嗱，今日我哋要學摩西乜嘢咧？就係咧係肯謙卑係接受別人好嘅意見咁樣教會嘅事工先能夠係做得好教會先能夠係增長
好，第六方面咧，摩西咧係唔注重自己嘅榮耀同埋利益㗎。出埃及記嘅32章記載，以色列人咧係犯咗大罪啊！咩大罪？係拜偶像咯，係學習咧係埃及人嘅方式，係尋歡作樂，係放縱情慾，激嬲咗耶和華。所以咧，耶和華就話咧：我要將咧係以色列民滅絕啦，我要將咧係摩西嘅後代變成大國。但係咧係摩西冇被自己嘅榮耀利益係引誘到喎，係咪啊？話如果自己咧係成為大國嘅時候，取代呢個嘅亞伯拉罕係幾咁嘅威水嘅事情啊！係人都制啦，我諗過我制唔制咧？我諗過我會制嘅，但係摩西唔制喎。摩西咧係唔肯咧係即係自己擁有嗰種嘅成為亞伯拉罕嗰個嘅代替人，而係自己進入迦南地喎，佢獨自咧享受嗰種嘅榮耀啊，嗰種嘅權力啊，嗰種嘅美福，佢唔制喎。點解佢唔制啊？因為佢係掛心，佢係掛心上帝嘅榮耀喎。摩西話：我擔心啊！我擔心咁樣做嘅話，係外邦人會取笑上帝你啊！佢哋點取笑啊？嗰啲外邦人會咁講㗎。上帝你咁就叫做用大能大力嚟到嘅手去將以色列人係從埃及拯救出嚟啊！傻嘅咩？上帝你全部死晒嗰啲嘅以色列人啊！咁所以咧，係摩西係為咗咩啊？為咗上帝嘅名，同埋咧佢所愛嘅以色列嘅同胞嘅福祉，佢就甘心同百姓係患難與共啊！嗱，今日我哋要學摩西，睇重乜嘢啊？睇重唔係自己嘅利益，唔係自己嘅榮耀，我哋應該係睇重係上帝嘅榮耀。我哋應該係輕看自己嘅榮耀利益，咁樣侍奉先至有果效㗎。我第7方面咧，係摩西係好注重祈禱嘅。咁我哋話點樣睇到咧？摩西係注重祈禱啊！嗱，喺面對百姓嘅怨言同埋指責嘅時候，摩西係冇採取任何嘅行動㗎，淨係乜嘢啊？淨係祈禱。喺嗰時候咧，嗰啲嘅百姓咧係好多埋怨，埋怨咧冇水飲啦，冇海鮮食啦，生活困難啦，其實冇乜困難㗎，夠食㗎嚇。佢係指責咧，嗰啲百姓係指責咧係摩西咧冇資格做佢哋嘅領袖啦。但係咧摩西係冇斥責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咧係小信啦、忘恩負義啦，冇鬧佢哋。摩西咧係冇咧，好似我哋咁嗬，一遇到呢一啲嘅挫敗俾人埋怨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咧就話唔做。摩西冇㗎，我唔做啦，我唔帶領你哋啦，我辭職啦。冇，摩西冇㗎。佢亦都咧冇灰心喪志嘅喎，佢淨係咧係求告耶和華，將咧係侍奉嘅重擔係交俾上帝。上帝我同你傾訴就夠㗎啦。弟兄姊妹，你侍奉上帝，你記住，你一定係會咧係遇到人嘅批評，你會遇到咧係好多嘅困難。叫我哋咧係灰心喪志，係唔想侍奉。我諗咧係辭職最多嘅嗰啲嘅單位咧，唔係出邊嘅公司啊，辭職最多嘅單位係教會。好多人咧做下咧係唔想做。所以今日我哋要學摩西，係要咧係識得將一切嘅困難透過禱告係去交託俾上帝。出埃及記嘅17章記載，以色列人咧係同亞瑪力人去爭戰。咁摩西就委派咧係約書就去領軍喺山下咧，就係同呢個嘅亞瑪力人爭戰，而摩西就自己喺山上祈禱。嗱，其實呢個嘅分配咧係好唔容易㗎。如果俾你咧，你扮演咩角色啊？俾我就扮演係山下嗰個啦，係人都睇到啊嘛。你英勇抗敵係咪啊？係人都知道新聞報導都話咧係約書好威武喺度打到啲敵軍咧係死下。咁你喺山上祈禱冇人睇到㗎嘛？即係嗰個嘅結果，嗰個嘅榮耀唔係歸俾你㗎嘛？但係摩西係咩啊？佢揀喺山上邊冇人睇到嘅地方係負責祈禱。你睇下摩西嗰個嘅改變係幾大？年青嘅時候，摩西係咩啊？佢係靠血氣靠自己嘅拳頭嚟去做事。而家係咩啊？
佢而家咧係學識祈禱係最重要，祈禱係最重要。所以咧佢係話我要透過禱告先能係打勝仗。所以你姊妹你記住啦，教會係唔係興旺？教會咧係咪咧係成長？係睇我哋係咪注重祈禱㗎？我哋問自己啦，今日我哋係擺咗幾多嘅時間係為教會去祈禱咧？第八方面咧係勝過嫉妒。民數記咧係11章咧係記載有2個人係被聖靈嘅感動去講預言喎。約書亞咧就最擁護呢個嘅摩西呢個嘅偉大領袖㗎啦。認為咧係只有摩西先能夠咧係有聖靈嘅充滿嘅，其他人唔應該有嘅。咁就同摩西講啦，喂，摩西啊，有2個人咧被聖靈感動咧，又係講預言啊。摩西你去禁止佢哋啦，唔俾佢哋講。咁摩西點樣同約書亞講啊？佢話：你為我嘅緣故嫉妒人咩？我盼望咧耶和華都將佢嘅靈降在咧係好多人身上邊啊！摩西唔嫉妒啊，佢唔嫉妒咧係別人嘅侍奉同埋能力係同佢一樣咁叻咁強啊！佢巴不得有更加多人咧係被聖靈充滿啊，有侍奉上帝嘅能力啊！弟兄姊妹。嫉妒係會大大破壞上帝嘅成功，所以咧，當我哋見到上帝嘅恩典喺其他嘅弟兄姊妹身上嘅時候，當我哋見到咧其他嘅肢體有恩賜嘅時候，侍奉有果效嘅時候，唔好嫉妒啊！咁樣教會先至能夠係增長㗎。你記住，因為摩西嘅全面擺上。同埋忠心嘅侍奉上帝嘅精神，所以咧得到上帝極高嘅評價。民數記嘅12章7節，上帝點講啊？佢話：我嘅僕人摩西喺我嘅全家盡忠啊！侍奉嘅價值係在於乜嘢啊？係在於咧係對上帝盡忠啊！唔係睇咧係外在嘅果效喎。摩西嘅侍奉好成功。好輝煌，又得到咧上帝嘅稱讚，話佢咧喺上帝嘅卡全然盡忠。我哋都好羨慕摩西，對唔對啊？摩西你就好啦，上帝咁樣嚟到係讚你喎。我侍奉咗咁多年，上帝冇讚過我㗎，摩西你真係好啦，好啦，好啦，係咪？我哋好羨慕摩西嗰個嘅侍奉果效，對唔對啊？問題係乜嘢啊？問題好似咧，我哋冇得到咧上帝嘅悅納，原因係乜嘢咧？原因係我哋唔肯付上代價。喺侍奉嘅時候遇到咧丁少嘅一啲嘅困難，丁少一啲嘅問題，丁少嘅一啲苦難，我哋就灰心啦，我哋就開始埋怨啦。摩西侍奉有成果，因為係摩西肯為主受苦啊。40年嘅曠野嘅艱辛嘅訓練，苦唔苦啊？苦㗎！你唔信你去曠野啊！4日唔係露營喎，4日你都話苦啊，係咪？4個月咧，史事咧，好唔好啊？好苦㗎！佢出嚟侍奉嘅時候，又遇到咧係困難啦，無數嘅問題啦，嗰啲嘅肢體又去投訴佢啦，苦唔苦啊？好苦㗎！你知唔知你問自己咯？你願唔願意咧係為到上帝嘅緣故，全然擺上，唔理啦，乜嘢困難都唔理啦，乜嘢苦都唔理啦。總之因為我愛上帝你，我就全然擺上去侍奉你啦。你願唔願意咧？你願唔願意咧？係為到上帝咧係唔怕任何困難，唔怕受苦，唔怕犧牲，願唔願意咧？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好似摩西一樣，得到上帝嘅稱讚，將來咧係得着榮耀嘅冠冕嘅話，今日你就要喺上帝嘅家，即係教會全然嘅盡忠。盼望弟兄姊妹都願意一齊起嚟，好唔好啊？一齊起嚟去侍奉上帝，讓教會咧係唔會缺乏人手啊，讓教會得到復興啊，讓上帝嘅心得到滿足。我哋同心我哋。我哋嘅基本上係，我哋真係好多謝你，因為你愛唔愛你唔單單嘅係揀選我哋成為你嘅兒女。
亦都係揀選我哋可以同你一齊同工，服侍你，服侍萬民之王、萬主嘅主，係我哋一生最美嘅祝福。盼望我哋今日，我哋係學習摩西，我哋唔怕付上代價，我哋唔怕去經歷困難苦難，我哋係願意嘅，係去到你嘅面前，我哋係一同嘅男士，我哋願意起嚟，我哋一齊嘅嚟到去服侍你，我哋願意嘅係去讓神你嘅家係得到呢個嘅建立，得到呢個嘅復興。求上帝你悅納我哋嘅重生嘅立志，咁啊祈禱交託係奉主耶穌得勝名求，阿們。我哋特別天父上帝咧，透過牧師咧，俾咗我哋嘅好好嘅提醒同埋教導。咁所以咧，我哋一生嘅幸福都係要認識我哋主耶穌，同埋最執着嘅咧就係主耶穌嘅生命。我哋有主耶穌嘅生命嚟去堅固我哋嘅信心。頭先咧，牧師都提醒我哋話，我哋好多事務崗位都缺少人㗎嘛。咁我哋咧就叫係起嚟喺神嘅家裏面，大家一齊嚟盡忠，一齊嚟服侍。最重要係嗰種嘅生命得着，就係喺我哋嘅事奉嘅路上，要去定睛望住主耶穌基督。我哋一齊起立，我哋唱一首回應詩歌，生命嘅執着。你是我
如果準備好現金嘅或者支票嘅，弟兄姊妹可以將現金支票放喺奉獻箱裏邊，又或者係銀行轉賬嘅方式，由我哋一齊低頭，我哋禱告。主啊，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屬靈嘅同埋物質嘅需要，你都豐豐富富佢賜俾我哋，以致我哋一無所缺。你喺詩篇4章5節裏面提醒我哋，當獻上公義嘅祭，又當倚靠耶和華。求你幫助我哋憑信心倚靠你，將當納嘅獻金同我哋嘅心思、我哋嘅意念、我哋嘅全人都向你獻上。祈禱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而家係首先接福保守你。